苗栗南庄的这处庭园，空气清新，环境优美。一条龙式的建筑是以前大户人家才有，重现传统客家风格，成为当地的旅游指标。对，大家都是以为这是乡公所做的。为了打造这座庭园，在低洼处硬是填了一座山的土。5个儿子跟着父母胼手胝足，甚至放弃念大学的机会。因为那时候家境还没有很好，因为那时候就是全家都投入啊，从早做到晚。我这栋房子足足盖了4年，所以大家都一直在笑我们说，啊，没有钱又来盖。不顾冷嘲热讽，凭着一股毅力，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全都自己来。921大地震当时震倒了一半房舍，从头再来，却让母亲赔上健康。像我母亲也是因为做太劳累，现在在洗肾。怀抱对母亲的万分不舍，第2代老板彭国伦广结善缘，将庭园开放为公共空间，众人皆可共享。有人潮就有钱潮嘛，我们就是这样想。庭园美食打响名号，彭家父子未来还将盖起圆形传统客家土楼，要让游客来到南庄都为它的美而惊艳。到处逛逛，客家话怎么说？蛮耐哦哦。哦，蛮耐哦，蛮耐哦，蛮耐哦哦也可以。对哦，到处逛逛，蛮耐哦，蛮耐哦。